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你尋事實未定，邊局處境。是與非怕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劍機，最終他的痛悲慢慢拼起。他跟哪個做戲？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偏歪曲結果。若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。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情理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荒誕的故事，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。問問事情怎會開始，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。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，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。時時及時總靠機警，你尋事實未定，邊局處境。是與非那心虛的雙眼似閃避，步步劍機，最終他的痛悲慢慢拼起。他跟哪個做戲？落雨起，太避忌，花樣太多，偏偏歪曲結果。有一些感應出錯，求誰聽清楚，查探內幕。花樣太多，偵測花樣更多，情理分析一切識破，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。